历史大公投伫咧12月18要来投票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支持重新来启动着第4核能发电厂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若是安尼，这个核废料要放伫咧倒位，希望大家都要来面对。但是唔通甲放伫咧人口密集的新北市，所以民进党的立委就问朱立伦咯，安尼核废料要放伫倒一个县区咧？国民党无回应。 83万人来登记，要抽31万份，对这样的比例，让大家都有机会去带动市民经济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来议会接受质询，伊互议员质疑，加倍关的才带来偌济效益，市民嘛关心核废料要放伫倒。核废料本来就不应该放置在人口稠密的地方。 侯友宜希望卖放伫新北市，互民进党的立委洪信涵点名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核废料爱放伫倒一个县区。跟着这些核电狂热分子在推重启核四公投的朱立伦主席，国民党手上有14个执政的县市，其实有这么多的县市首长，那请问哪一个你们的县市首长、党籍的县市首长，其实愿意来承担？现在的执政党有责任告诉我们新北市民，也告诉全台湾民众。 新北市面对核废料，其实每一次都有跟中央来做说明跟报告。中央本来都有一些想法，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。侯友宜甲求国等登去中央，国民党无做出回应。来看朱立伦过去做新北市长对核市场是安尼讲的：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，那没有办法处理核废，更没有资格来使用核电。今嘛做国民党主席支持重新启用核四的公投，这嘛无怪民进党的朱立伦甲核废料的争议讲好清楚。